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9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桃园中立一间高中，一个8年级的查某学生，亲像长期被霸凌，顶礼拜六向阳对学校5楼跳落去，人搁伫家护病房。过来4月份按说要起电价，物件恐惊卖起超过2%。其中一支中央银行确定用新利息来抑制通货膨胀。澳洲的客停车司机对 Uber 提起一起诉讼。官司拍5档外，最近是判Uber爱赔大约代票56亿。新闻一开始来看，桃园中立一间高中传出一个8年级的查某学生，亲像长期互一名9年级学生囡仔欺负。顶礼拜六学校咧办活动，一个查某学生甲同学发生纠纷，雄雄就对5楼跳落去。经过手术，目前人是搁伫加护病房。看到真平静高中的校园发生8年级的查某学生跳楼的事故，有民众讲，一个查某学生哪像长期去互一名9年级的学生精神霸凌，可能记载袂掉怎安尼跳楼。根据救护送病院，目前已经完成开刀，伫家护病房观察。学校讲，这个查某学生真乖，家长讲伊无讲过伊去用霸凌。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们其实都也很舍不得啦哈。那但是呢，事情发生，我们后续的处理。尽速的做成一个霸凌的调查的成果，然后呢厘清真相。代志发生迄天是顶礼拜六，学校亲子教育活动日，这个学生协助资源回收的工课，甲同一间学校的学生起完家了后跳楼，学校发现了后，随进行救护，嘛通知家长，详细原因还会调查。后续学校也会协助持续关心孩子的复原状况，以及全力关怀及协助家长一些相关的后续的需要。市长张善政伫人面册发文讲，着伤的学生因爸母讲，这个囡仔真善良，应该有一个诉求，希望会当调查清楚是安怎会跳楼。市长嘛甲因挂保证，绝对会调查清楚这件代志的真相，所有监视器的画面拢会保留，接受调阅。目前学校已经有做校安的通报，启动霸凌的调查小组，赶紧理清代志的头尾，嘛针对着伤的囡仔因迄班的学生做情绪的辅导，甲减压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校园霸凌的事件常常发生，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准则的修法。有民进党的立委是认为，将对霸凌的定义无够明确，学校执行恐惊有困难。嘛认为讲，目前的草案重视调查的听数，无重视学生囡仔的辅导，这应该爱修正。校园安全，加油！一直传出校园霸凌的事件，为因应这几年来霸凌样态的变化，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修法，不过对相关内容，民进党立委认为定义不明确，恐惊造成现场学校执行的困难。没有权力不对等的规范，所以这变成说，未来我要在判定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空间。师对生的霸凌应该要更明确哈，定义再扩及到做体育训练的老师。学校是学校，它不是法庭。拜托，新的版本里面一定要把学辅法所谓的辅导机制放进去，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立委也强调，草案当中注重霸凌事件调查定数，不过却无重视当事学生的辅导工作，应该完善机制来补这个空隙。地方政府、教育局甲专家学者也参加公听会，提出看法。如果家长有意见的时候，双方当时有意见的时候，可以去走生父的制度，让学校这边再做第2次的检视。那现在因为生父制度取消之后，就是直接进到我们的就是县市政府教育局来做处理，对我们冲击是非常大的。多了一个叫做辅及机制，如果当一个案件它属于重大，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特性的时候，那这样子的案件，我们会升高层级，由市政府这边来邀请专家学者来组成一个所谓的调查小组。参加教育部官员表示，对实际执行的状况加各界建议，拢会早长参考建议，确保维护学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面对中国威胁，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迪马里是表示，美国对台湾的军动作就爱赶紧，嘛爱愈积极来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总统蔡英文今仔是接见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感谢协会对台湾的支持。克拉克找会长。总统蔡英文19接见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总会长克拉克，感谢协会每年通过国旗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台湾也努力提供照顾退伍军人，也希望台湾甲美国无论是伫退伍军人事务，或者是国防议题等权，拢继续增加交流合作。我要请克拉克总会长，除了共同促进退伍军人的福祉，也持续替台湾发声，壮大全球民主阵营的力量。And of course, anything we can do to help Taiwan, we will to back their legislative efforts. 台美加强交流合作。1月伫总统大选了后，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李马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阵表示，中国是全世界上大上好嘅法西斯独裁国家。美国重要任务就是避免印太地区冲突。伊强调，美国对台军售爱加紧脚步，搁爱搁较积极。协助台湾赢自我防卫。It's important that Taiwan gets what they need as fast as possible. Part of it, by the way, as you know, is just that our industrial base. 外交部对于美国国会议员各式的挺台言论以及作为都表示感谢。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南韩举行的民主峰会，批评专制政权影响选举，民主同盟爱加强合作。司法部长唐凤也受邀伫民主峰会发表演讲，引起中国抗议不满。外交部回应表示，中国只听到台湾就起噗噗。请问讲的大国自信是伫倒位呢？记者综合报道。过来4月份按说要起电价，物件恐惊卖对起，可能会起超过2%。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表示讲，若是通货膨胀长期超过2%，就真歹降落来。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望调整民生电价，未去影响到物价。市场嘛预期讲，中央银行可能会以升利息来抑制通货膨胀哦。也毋过有专家有无同款的看法。伫4月份就要公布国内上新的电价，大家拢真关心电价若起会影响物价低起，后面将挡袂牢。行政院长陈建仁伫咧参加活动时阵讲，会正又会调整民生电价。电价的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做很细致的这个调整哦。对于用电的大户呢，我们会给予比较高的电价，那用电的这个一般的民众呢，会给比较低的电价。陈建仁强调，会针对无同的用电量来调整电价。这是最近卫福部正取消挂号费的上限，再加上民生用电搁要变贵，伫咧外口食饭，恐惊是不是会变贵？我家真关心，因为伫外口食饭的费用有强固性，若是起了就真歹搁降落来。对于物价敏感的议题，主计总处是安尼讲。最近监控物价有观察到说，一颗水煎包大概通了多少钱？大概15到20。伫最近央行的总裁杨金龙表示，电价对伫外口食饭一个用电较大的产业会有影响。对伫这礼拜四要开的今年第1场理监事会议，会正就严定性的讨论这个问题。会考量到就是说这个电价调涨哈，那造成的这个通膨上扬，这个是属于这个成本推升，好，而不是需求拉抬哈。那因此它不见得会在货币政策上做反应。专家认为，国内通膨的形势下半年有可能慢慢降落来，因认为央行即便是未调整经济政策，但是民众可能伫咧最近会感受到。实际的所得减少，消费力量恐惊会降低。记者综合报道。有国民党的立委按说要提案，让迄电唱合班退休，唔免受到时间的限制。全国废弃行动平台今仔早起去新北市政府头前，因呼吁新北市长侯友宜甲新北市的议员爱做伙联署来反对这提案。高教和愿不言语。新北市民才平安，新北市民才平安。大大的标语揪出来，全国废核行动平台代表发出反对老旧核电厂延役的诉求。早起佮带来联署书，要交予新北市长侯友宜，佮有64位新北市的议员，强调新北即马有2座核电厂爱除役。
这40天来运转拢无发生意外，嘛是得爱重视安全，该注意得爱注意，唔通用甲发生核灾。灾害之前使用期限到了，见好就收，赶快除役。现在看它没有坏，你还要再使用它，用到坏，那么核灾就马上会发生了。针对台北市真侪位国民党的立委提出要修法，让老旧的核电厂唔免受到爱提早申请的时间限制，会当顺利来演役。款团认为核电厂要演役上大的关键，唔是法令，是安全的问题，而且核废料要安怎处理也无法度解决。刚问过新北市民敢同意？难道他就同意目前核1、核2厂的核废料要长留我们新北市吗？我们新北市就要成为核废料处置厂吗？这合法吗？经过评估吗？安全吗？新北市民知道吗？废核行动平台指出，目前已经超过90个民间团体共同来参与联署，嘛呼吁新北市了校友谊，佮有市议员同齐加入，做伙来保护新北市民的安全。记者林静梅、谢基文新北报道。再来看，经过医护人员认证的年末，甲囡仔虐待死亡这个事件，立委林慧琴是指出讲，凯恐惊毋是头一个，高当前身体关某一件，呼吁应该爱明确甲主要负责机关定好清楚。当机关深受虐待囡仔的王美君嘛表示，4月初4儿童节，因会招民众去中正纪念堂来表达心声。凯互立法人民认证林某虐待死亡引起社会公愤，民进党立委林国勤18日在立法院指出，凯恐惊毋是第一项，因为早在5年前，新竹县姚佩佩案件也是经由黎明安排配合专业头林某，按过2个月后就雄死亡。本案是由案家自行委托儿童福利联盟办理出养的程序。那儿盟也已经在107年的12月完成出养前的安置服务。社会处指出，接到通报了后，有派社工访视了解实际情形，不过因为家属无提出相关社福需求，才无开案。也有家属向黎明提出告诉，双方进行司法侦查定时，无法度介入了解。也出配配案件，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表示，主管机关应该修改处养进前的法院依据，各并确制定加挂儿童虐待处境的组织机构。从108年开始，那陆陆续续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那表示我们的防堵机制上是不够的。家外的一个儿虐，我觉得保护司都说不是他的工作的话，那我觉得那就请卫福部把它定出来，不是保护司只做家内的，不做家外，那家外谁应该来做处理？王玉明已经请辞了。那么儿盟的执行长也请辞了，那董事长好像都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在那个位置上。儿盟自己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他们的董事长应该知所进退。黎明执行长白丽芳下旨，就法命离福官方联署要求老白丽芳当处长林志佳也和李伟甲外界点名应该负责。立款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早起开直播，公布4月初4儿童节下晡2点，会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头前拜楼小广场举行护理集会行动。4月4号，大家都可以带孩子来。这个活动，它不是要消费谁，所以我们在活动上面没有凯凯的名字。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保护所有的孩子。这些年，我看孩子的遗体看太多了。王美君也讲到，有人呼吁虐待囡仔爱唯一死刑，不过就算每一个案件拢判死刑，虐待囡仔案件也是一直发生。更较重要是如何让囡仔唔通死亡，这是上家路的目的。后续会提出4大诉求，希望透过集会，用彻底改善整体受虐待囡仔的处境。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社会主体处税，内政部顶个月通过讲未来会以中计收入户这款身份的类别来进行处税的分级收费。早起有民间团体是去行政院抗议哦，因呼吁讲应该以民众的所得来分级。也毋过目前大部分的县市政府是认为用身份类别来分级，因为有经过审查会较公平。在这年寒各落雨天气，也标起花口湖，早起真侪民间团体到行政院头前，批评内政部伫顶个月开协商的社会主体租金分级收费原则，强行通过依照身份别，毋是所得分级来算社体租金。
那7月7日正式上路了后，会出现无共款所得、高共款租金的推职不公，对低薪水青年甲边缘弱势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凭什么依据说某一种身份是第2级，某一种身份是第3级？只要没有福利身份的年轻家庭，全部都是依照社会住宅第4阶，就是最高阶的租金来付嘛。对很多低薪的年轻人是非常不合理。民间团体表示，为何弱势民众应带社会主体经济应负担，为2016年开始就积极创建照收入定分级租金。在跨党派立委支持之下，2011年成功修正社体法第25条。不过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该按照承租者所得状况、负担能力甲市场行情，定分级收费原则。目前包含上百家套房，拢用收入分级租金来照顾弱势族群。因为内政部依照成分别来算社体租金的做法，已经违反主体法25条修法的目的。目前内政部把弱势妇女只依身份放在第2跟第3级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身份都是有一定的期间限制。身份消失了，不代表妇女的状态就足以负担弱势的租金。还是预计1月会上路？预计啦，但是都有一些正常的这个法制程序啦，时间点也可以提早，也可以延后。内政部表示，新员工社体已用厝龄加上10年作为租金计算基准。目前地方政府社体租金若是用即卖收费方式的人，为维护原来承租户的权益，地方政府依然应依照即卖方式来收费。个人单靠原本承租人租期上限期满，各照本分级收费原则草案公告租金收取。那地方政府有特殊需求，依然尊重维持现有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护理师医疗产业工会今仔早起针对新台病院护理师长期加班违反劳基法的事件，台南市劳工局却无依法来处理快闪抗议。劳工局是表示讲，去年已经有针对新台病院来做劳动检查，嘛已经有处罚咯。南市劳工局。申诉无效，罔顾病人。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20几个人手提标语来到台南市政府抗议，主要是因为护理师反映上班超过时间、强迫加班，各有违反调动的代志。护理师甲劳工局反映，劳工局啥拢唔睬，就是非常的错愕，就是明明劳动部就有公告说加班费是加班到1分钟计算，但是我们去申诉的时候。他却这样子回应我们说，劳基法没有规定要以分钟或以半小时或1小时，他只有说劳基法没有写到，所以这都不算。虽然他有给我们加班费，但是每天超时工作，其实对我们的身心是一种疲惫，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是病人，并不是动物或者是东西，所以这个对于病人的服务品质。照护品质一定会下降。他连基本的法令都不知道，而且就欺负我们的劳工。他今天呢可以违法说这个1分钟，谁跟你说劳基法有计算到1分钟的？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劳基法30条第6项就告诉我们计算到分钟为止。这群人主要是新台病院医护人员，因为开刀房脚手无够，互强迫加班。护理师表示，因为工课责任无法度拒绝，不过病院煞无照规定互因加班费，甚至是违法调动职务。大部分护理师嘛就安尼身心出问题。按照台南市劳工局表示，去年劳工局已经有针对新台病院劳工稽查，嘛确实有违反劳基法的情形，接落来会照定数处分。其实我们去年开始都有查到他违反缺失，而且呢，基本上我们对缺失也有进行的处分。尤其今年我们有发现说，他的加班是0.5小时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有进行裁处，我们后续会持续的在做这个检查。护士工会呼吁相关的公部门应该爱介入调查，要求政府改善劳动环境，爱甲医疗人员保护到保护焦责。那新台病院是回应讲，新台病院是公立的医疗机构，各种管理措施拢是遵守法令的规定。接落来，新台病院嘛会继续沟通，改善工作环境，全力守护病人就医的权益，还有员工的福利。记者温兆雄台南报道。
来看，虽然警察有特殊表现是会当跳级升职咯，也毋过今仔有立委指出讲，10档来，互提报跳级升职的只有20件，嘛只有一半通过。立委是呼吁警政署得爱全面检讨，放任通过的标准，毋通打击基层的士气。台南伫咧2年半之前所发生的枪击案，有一位涉嫌枪炮杀人未遂毒贩，对高雄走到台南，台南甲高雄的警方联手办案。经过激烈的枪战，顺利抓到歹徒。台南甲高雄的警察局联合提报3位英勇的警察，申请破格申请，验过所获警政署以无符合具守讲、无符合冒性命危险驳回。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全台湾警局10年来提报破格申请的这个20件，其中这个10件通过。他连警察都敢杀了，都敢直接开枪打警察。所以如果像这么英勇的行为啊，而且还是2个县市、2个直辖市啊联手提报，没有通过，也没什么原因。你说什么位居首功？没有通过的警察同仁啊，他们怎么想？或者是他们的其他同仁会怎么想？既然是打破常规，就是一定是跳过这么多人，所以要很慎重啊。这个我们会来慎重来评估、来考虑。根据警察人员申请办法规定，有冒性命危险得到重要的犯人。消除祸患的特殊工作，并且具守讲的人应该申请。验过各地警察局每年申请的数量只敢个位数，或者是挂零。像去年总共有45件警察应征的刑案，验过无半件退报，这表示申请的条件伤过悬。立委关心警政署驳回理由，定然是以无符合具守讲为理由。定位是替换地方警局的审查机制，就不以所谓的冒生命危险为唯一的一个审查的一个准据。最近20年，总共提报的是52件，通过的是27件，那通过人数总共是46位。警政署表示，对犯罪手法愈来愈新，特殊的攻击办法也需要得以进步。对外界所关心的声音，因会来伫检讨。立委要求爱检索检讨审查机制。尊重第一线警局的判断，将款认定，以免影响基层环境的士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澳洲的客运车司机不满 Uber 严重影响到因的生理，对 Uber 提起集体诉讼，官司拍5档外，最近双方和解 ，Uber 爱赔客运车司机2亿7千万的澳币，大约是台币56亿。这笔和解金额，嘛是澳洲史上第5悬的集体诉讼和解的金额。心情轻松，行出法院。澳洲差不多8000个计程车驾驶不满轿车平台 Uber 自2012年进入澳洲市场威胁生活，提起集体诉讼。5年外诉讼即马结束 ，Uber 会赔偿2.7亿澳币，差不多新台币56亿，甲司机达成天价和解。Today, Maurice Blackburn is very prou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secured a $271.8 million settlement in the Uber class action. If approved by the court, this will be the 5th highest class action settlement in Australian legal history. 计程车驾驶员国代表尼克对结果真满意，伊认为这是计程车司机甲运营商这类小企业的胜利，因为澳洲福保占尽优势，打造执照计程车司机的办法，而且违反当地法律，以愿继续经营，即马总算付出代价。I feel great. It's been a 5-year battle, and today it can go down as a win and as an exampl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at can be done. 轿车平台大企业伫澳洲踢得铁板 ，Uber 回应这是历史强业，因为 Uber 成立的时阵，世界上根本也无强行法规，即嘛除了互消费者带来更较侪选择甲更较好的体验，也为数十万的澳大利亚工人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提出和解案是希望将这问题全部留在过去。记者综合报道。古巴3月份开始，大部分的所在一天就爱停电14点钟。第2大城圣地亚哥第17有几百个人上街头示威抗议。古巴的总统是批评讲，这是来自美国的恐怖分子伫背后在使人。美国国务院否认，批评讲这款指控实在是真含糊。
几多百位民众伫咧路的规定大声喊讲要伫电加食物。古巴第二大城圣地亚哥17出现正罕见的公开抗议，因为当地大部分的地区直到3月份了，逐工拢停电超过14点钟。佮加上食的食物、燃料甲药品欠甲正严重，互古巴的紧张局势愈来愈严重。¿Realmente el gobierno es capaz o no de frenar esa tasa? Esa respuesta no me la sé, pero es el mayor encargado de hacerlo, porque si no es él, si no son ellos, ¿quién lo va a hacer? El pueblo no lo va a hacer, el pueblo no puede hacer eso, el pueblo no tiene cómo responder. 美国自1960年代开始经济制裁古巴，自从新冠疫情了后，1100万人口的古巴更加拄到空前的经济危机，引起创纪录的人口外流，有超过40万人移居到美国。今年2月份，古巴政府第一遍向联合国要求斗3工，希望伊当提供牛奶粉，互因国家内面7岁以下的囡仔。古巴总统迪亚士卡奈伫社群媒体证实，确实有抗议活动。因故意批评这是来自美国的恐怖分子，正伫咧破坏政局的稳定，呼吁爱维护宁静祥和的气氛。古巴外交部也指责美国透过大使馆干涉古巴的内政。It'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 a violation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the embassy is stepping outside of its boundaries, and it needed to be called fo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behind these protests in Cuba, and the accusation of that is absurd. 古巴的通膨正严重，官方讲已经到30%，不过实际数字恐惊是更较悬。这样造成古巴的批数大幅度暴跌，政府3月甲燃料的计价提悬5倍以上，互古巴人民的落地啊更较严。美国国务院是强调。发生抗议，反映古巴的严重局势，希望古巴当局唔通行暴力加无公正的拘留，并且尊重古巴公民和平集会权利。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来看英国伦敦的北部有一栋大楼，顶悬画一寡青色线条，因为伫这栋大楼头前有一丛无叶的树啊，所以看起来就亲像这丛树啊发真侪叶啊，真有生命力。最近英国真出名的造表大师班克西，嘛承认讲这是伊的作品，咱做伙来看卖。这丛这个呐树身甲树枝的树啊，怎么有了青色？虽然不是真正的树叶啊，不过和这丛树啊加真有生气。这幅作品上起初互人发现时阵，就因为伊的风格，互人以为讲是英国造表大师班克西的作品。背后班克西也伫咧社群媒体证实讲是伊的创作。壁画是出现伫咧伊斯灵顿自治区芬斯伯里公园路边一栋建筑物的壁面，社会民众正意外也正欢喜。英国工党前任党魁科宾讲，正欢喜看到家己这个人口上捌的地区有班克西的作品。Already, it's put us on the map. Finsbury Park has got a Banksy. 捌伫咧 BBC 第4台主持过班克西故事节目的主持人皮克讲，建筑的白色画壁顶头喷着真侪青色，甲伊斯灵顿议会标志的色水同款，而且这区也是绿化上少的区。This has got a very strong eco message. Like the person in the stencil, perhaps when we find a built environment that hasn't got a lot of green and natural stuff in it, that perhaps we should try and make it more green and pleasant. 伊斯灵顿议会讲，社区造表程度小组有注意到这幅作品，不过未甲伊清掉。目前知影这丛树啊是樱桃树，树龄差不多40到50冬，无啥健康，不过会继续养护。这栋建筑物的业主乔治欧讲，这么厝是空掉的，想要出租，伊将这幅作品留来，互大家欣赏。班克西一般拢是伫咧上会当接触社会大众的层面，比如讲壁面顶所在展示家己的作品，也讲一寡社会发生的代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过来消息来看，白沙屯妈祖要去北港进香，昨到台中的大家，因为过程中拢有信众会提供家己的自用车，互香灯卡坐车来休困。昨中昼所有人对货车摔落来着伤，加在是无介严重。警方的调查事故的原因，卖来处罚这家属。暂时去迄道一大阵的香灯卡摆甲路长，入去大家市区。这台小货车的后斗嘛载几来位香灯卡，不过就伫咧转弯的时，一个姓杨的查某人所谓后斗摔落来，疼甲徛袂起来。大家唔紧到用，哇！
其他人赶紧去甲关心，加在县营的查甫人敢若轻伤。18中昼，这台提供予乡镇卡休困的小货车，伫咧经过大甲经国路要倒弯入去中山路的时，后斗煞熊有人摔落来。因为道交条例有规定，车后斗是袂当载人的，警方会依法来罚驾驶3000到18000块的罚款。货车后方为载物，切勿载人，切勿违规驾驶，以为自身行车安全。白沙屯妈祖路南进香，这阵人嘛无用试试，因为爱传7000人份的饭菜。各种菜色看起来真澎湃，阁有几来鼎的饭嘛要赶紧搬上车。因是白沙屯妈祖彰化市联谊会，为18就开始准备，大家出钱出力，就是要互对妈祖行的信众甲乡镇卡，拢会当食好饱。等下要出外对咧妈祖桥后壁，因为妈祖的行踪不一定，阮就是等伊停车住6钟头的时阵，阮就是直接互遐的乡镇卡用餐。联谊会表示，因为白沙屯妈祖的路线无固定，因会用行动餐车的方式，沿路送到台中进香的路线，互大家拢会当食好饱饱。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为着要提升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教育部制定学校午餐条例草案，嘛来做本会期优先的法案。也毋过，全教产是指出讲，长期以来，拢是学校的老师兼做营养午餐的秘书，嘛无加钱哦，只是减上几节课。因呼吁教育部应该互秘书加做一个正式的业。要互中小学的营养午餐食了更较安心，学校内底的午餐执行秘书真重要，处理菜单、检菜，逐工的食材也搁爱留建本甲翕相，也搁有招标、对小等等的工课。点菜这件事情的话，每天7点半以前就是要到那个负责中央餐厨的学校去点菜。中午因为他负责营养午餐，所以他要去看学生吃的情形，他一整天都没有在休息，他不就累翻了吗？全教产表示，长期以来，各中小老师兼任午餐秘书，工课甲主任、组长共款遐尼重，煞无津贴通好领。各县市按教育部定的注意事项，拢是以减课来应用，毋过煞无啥共款。而且检视教育部摕出来的学校午餐条例草案，有关是指定一个人兼任午餐秘书，敢讲原来是爱用减课做对策，继续欺负人呢？教师兼行政工作，而且是繁重行政工作。到最后，很多学校老师不愿意担任的行政工作。那地方政府也很快乐啊？为什么？因为不用付钱啊。那这样的结果变成怎样？中央跟地方合力在压榨这些午餐秘书的劳力。全教产呼吁教育部新废除兼任午餐秘书，就爱减课的注意事项，直接加设午餐主任，也是午餐组长等等的职务，唔通互午餐秘书变作是做功德。针对这个呼吁，结果进前教育部还阁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议会伫顶礼拜通过全球头一个人工智慧法案，国民党的立委今仔提出人工智慧基本法的草案版本哦，望讲透过立法鼓励相关产业的发展，嘛来阻止相关的犯罪。实现以人为本的人工智慧。发口号，希望台湾卖当对着世界潮流，制定人工智慧基本法。因为欧洲顶礼拜才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全球头一个人工智慧法案，考虑人工智慧渐渐普及伫产业甲生活当中，甚至因为 ChatGPT 的出现，引发劳工职务互取代等等的讨论。南亚立委嘛提出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的版本，希望科技发展的时阵，卖当兼顾劳动权，以人为本。伦理的原则啊，产业推动与发展有更多的面向，我们接下来一定要一起来呼应当前的国际规范的趋势，来抢得先机哈。人工智慧大量之后呢，会不会导致很多人失业？那我们将来我们在基本法里面都会去考虑到这些社会的公平以及相关族群的这些衡平。检察官出身的南亚立委吴宗宪强调讲，希望透过立法鼓励相关产业的发展，面对金融犯罪，卖当透过人工智慧强化省钱管道的查核，帮助犯罪侦查。那专家认为讲，立法会当阻挡侵quyền等等相关的犯罪产生的问题，将来的风险怎么来控管？产业发展怎么来把它促进提升？最重要的是，我们人权要怎么来保障？所以这个台湾这个人工智慧基本法呢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要保障我们的这一个隐私权，政府呢应该对应有相关的这一个资料收集、处理以及利用，然后建立非常完整的这一个保护以及监督的机制。专家强调讲，人工智慧的发展已经是数位时代上界重要的课题之一。若无法令通依循，会是人工智慧管理上大的困境。那也立委希望讲，行政院会当赶紧提出版本，做伙来讨论，互法令较周知。记者综合报道。手术麻醉的风险是真高哦，为着要减少规身躯麻醉的风险，台大病院引进一套上新的疗法，会当来降低手术了后的并发症，减少住院的天数，嘛互手术较安全。咱做伙来了解。麻醉手术愈来愈普遍，敢若是110年全台全身麻醉手术图240万例，相当每10个人就1个人进行全麻手术，其中台大病院就占3.6万例，以急动难脑病髓等6大病人是高风险族群。医师表示，临床常常民众因为烦恼麻醉了后无法度醒过来，无想要进行手术煞兼顾病情。台大病院引进上新的术后加速康复疗程，简单叫做 ERAS， 不仅因降低术后并发症，也提高手术的安全性。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过去麻醉完之后，很有可能要插管去加护病房待3天到1个礼拜，才有办法恢复力气拔管。但是现在透过这一个特殊的专利药物，3分钟就可以让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完全恢复，脱离呼吸器。根据台湾麻醉医学会调查发现，有2.7%民众对麻醉无什么安全感，3.3%民众对麻醉无什么常识。不过，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加术后加速康复疗程，结合营养师、复健师这团队，能降低一般的头的发生率，减少术后并发症，加减少住院的次数。另外，术前的手术同意书也要看详细。特别是帮你要负责麻醉的医师是留下名字，能够让你很清楚的知道，麻醉风险的时候，你需要有人解释的时候，麻醉科医师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帮忙。卫福部强调，手术安全是临床医疗重要议题。在111甲112年度的病院医疗品质甲病人安全工作目标当中，也提升手术安全列为重要项目。呼吁各病院应落实手术麻醉整合照护，降低全麻手术风险，确保病人安全。记者综合报道。T-Pass 月票真受到欢迎哦，也毋过客运业者为着请无驾驶是真伤脑筋。以台北市来讲，过年后又有一批驾驶是头路。台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哦，因会先针对路线来做调整，也毋过嘛呼吁中央考虑开放技术性的移工，嘛强调讲已经有向交通部跟劳动部提出需求。公车要驶登去总站，伫路口先动点，较近两边无人。公车伫市区咧驶，逐工面对车路无共的状况，嘛要照顾上车甲落车的乘客。工时够长，压力是真大。车外车里都一个人要看很多面的嘛，包括车上的每一面镜子都非常的重要。流动率算蛮高的，对，因为蛮累的。业界人才流动率大，司机欠工已经真做常态。今年新车了后，台北市公车业佫出现一波离职的情形。在疫情了后，旅客回流，加上行政院推动通勤月票，坐车的人客愈来愈多。业者面临有车煞无司机的困境。业者有车，但是没有人，在尖峰时段就有上不了车的状况，因为国道客运或是快速公车他们有座位的限制。台北市公运处指出，台北公车恢复到疫情之前服务的水准，抑阁至少欠700个司机。为了让人力的运用更较精准，已经请业者利用大数据分析，试办减班或者是发车时段调整。另外嘛建议，会当招募工时较短、单线工时的司机。台北市交通局向中央提建议，应该考虑开放技术性移工来补欠缺的人力。像他们提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境外籍的劳工能够引进来。好，在这个部分我们也蛮认同的。交通部还有劳动部这边在相关的法规如果能够做一些调整的话，也许有这个机会。因应全国面临大客车驾驶拢欠工的问题，公路局为111年开始办理公共运输大客车驾驶扩大征才、稳定就业留才方案。不过，这个计划已经在今年2月份截止，公路局已经小办计划提报交通部，等待审核。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县政府的观光网站去年有换新，也毋过有民众发现讲网络顶头的相片哦，是泰国清迈的稻仔甲山，毋是花莲的风景，实在是真离谱。这是花莲县府观光中心的网站，头一页已经改做是60兆刷分海相片，毋过网友也是甲进前县府无细字放到其他国家相片的情形记录起来，而且放伫咧网络顶大力批评，讲公部门做代志哪会当遮尔啰嗦。是图片、影片的引用，这个花莲县政府都有责任要来进行这些跟厂商告知还有把关哈，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认为就是县政府你的螺丝松掉了，应该要好好的，不要再发生这种情况，这是笑掉别人的大牙。县府解说，观光中心网站是去年5月份交予外包厂商更新，并无了解厂商使用着泰国清迈的相片，不过部门嘛无查核，确实是有疏失，除了甲摕落来，未来嘛会加强管理。最主要，我们是想要呈现是花莲的稻浪跟山的这个美丽的景致，所以挑选了一张照片是综合这些景致的一个美丽照片。那但是在第一时间我们发现这样疏失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请厂商下架。我们以后也会加强管理，避免疏失。不过，也是有民众指出，花莲县府类似的事件其实毋若这一层。2021年，原民处举办丰年节，都偷用过民间的设计，这件代志嘛闹到媒体去。2016年，县府青年主体的相片，嘛涉嫌偷用民众网络顶私人的相片，种种的争议已经互公部门的形象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有一个查甫人哦，去年6月开始透过网络学种大麻做毒，这个人因过嘛捌去过泰国学种大麻，嘛赚袂少钱哦。台北市警方后来是伫嘉义抓到这个人，嘛查到大麻的材啊加烟草。来，你们上去，你们上去。大批警力卖货看到这个查甫人出现，随个压制。配合啦，好啦。这查甫人惊互警察抓去，一直抵抗，甲警方有有难答。出来诚侪盆栽内面拢是种大麻，警方总共查到要甲上100丛，再加上现场的大麻成品，伫咧市面上的总价值要甲上1000万。警方调查这个姓陈的嫌犯是家己产制、家己销售，有水电的专业。讲是上网家己学的，也捌去过泰国去学栽种的技术。自去年6月开始制度，就到 Telegram 伫咧卖，不法的获利上100万。于网络巡逻时，赫然发现有犯嫌透过公开通讯软体组建第2级毒品大麻销售群组，与嘉义市西区一带的透天厝破获诚信犯嫌所经营的大麻栽种场。被抓的3几个嫌犯甲警方讲，已经开差不多200万。伫咧泰国摕到执照，最近拍算要背起泰国偷电鱼毒品的事业，这回计划无实现，互警方抓到，专案依照毒品等罪嫌移杀。再来看高雄的中山大学，常常拢有高三仔抢学生囡仔的食物。最近学校是呼吁学生仔爱以保护家己的安全上重要哦。物件疯抢会当来向学校申请补偿金，目前是试办过半月，阁无学生囡仔提出申请。伫宿舍外口等待外送人员，无偌久就出现2只狗，学生惊家只好将食物等伫涂骹。这是中山大学常常发生的代志。不过最近学校打出公告，顶管写讲，若是学生伫学校买物件，互高三仔抢去，事后提出消费证明，记录高三仔食物件的画面，学校会有补偿金，上悬会补助100块。学生讲，若是真正拄到，会去申请。我感觉因为这款代志就是平常的代志，伫阮学校。因为学校其实都会宣导说，就是不要把食物拿在手上，然后不要拿塑胶袋，用环保袋。因为中山大学就位伫茶山边啊，高三仔甲学生常常发生冲突，甚至去年有学生为着保护食物，互高三仔抓着送上病院。只是学校为顶个月开始实施高三仔抢食物的补助，到今也无学生申请。对此，民间团体也烦恼，惊学生的作业。呼吁上好爱甲物件收好好。咱体谅讲学校想要互学生甲教好好啊，相处这个心态。毋过我嘛真烦恼，讲这个补偿的方法会互学生感觉讲，安尼我今仔开始我就毋免好好啊甲物件收起啊，我就摕伫咧手里，啊伊要来抢就互伊抢。我是希望大家爱甲食物收好。
其实高雄市政府伫2011年有针对高山仔攻击的事件修改公共责任意外险内容，若是游客伫插沙受到高山仔攻击，都会当申请理赔，相关金额是50万。根据观光局统计，这2年拢无民众申请。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高雄一个妈妈哦，伊带囡仔去公山一间购物中心的餐厅食饭，发现讲鸡肉有一半拢无熟，也毋过伊无说哩，已经食落去腹肚咯。后来嘛有走饱，餐厅嘛已经回失咧。高雄市的卫生局早起嘛派人去现场稽查。鸡肉切开，内底是疑似无熟的粉红色。黄小姐17带后生去公山一间购物中心内底的餐厅食暗顿，想要到等半点钟才出来的餐，食一寡了后，却发现部分的鸡肉切袂叮当，内底无熟，互伊差一点仔吐出来。他吃了几口，他觉得那个黑松露的味道他不喜欢，所以我就跟他兑换。吃到一半，怎么肉切不动？然后才一掀，根本就是从冰箱拿出来的那个生肉，整块都是，只有皮是熟的。黄小姐现场反映了餐厅无收迄份餐的钱，并表示会负担医药费。但伊讲暗时一直想要吐，佮歹腹肚，嘛互黄小姐感觉加在毋是囡仔食着青肉。高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19透早嘛到现场稽查。隔一天，门市的店长有在做2次的关心，我们会于就是往后在加强教育训练上，包含食材的烹调时间控管跟出餐前进行熟度的再次确认。我们也会更重视就是门市人员的员工训练以及检讨的改善。餐厅会室咧表示会检讨改进，到中昼11点进前，卫生局的稽查还未结束。黄小姐认为餐厅应该更较注意食安的问题，以免人客欢喜去食饭，却留着无爽快的感觉。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陈显坤高雄报道。咱来看日头花运动已经过10天咯，咱继续来看当初的参与者10天后有啥改变哦。咱来看黄燕如，伊是头一批冲入去立法院的学生，是重组的，后来伊无行社运的这条路，即马伊是带家友去摒扫趁钱的社工。对社会抗争到社会服务，伊讲伊想要互台湾愈来愈好的心意，并无改变。下面很温馨的，下面很像。店内底气氛是真热。这是燕如青在甲老战友聚会所在。大学的时阵，燕如就开始参加社会运动。10年前的318学运，伊是头一批冲入去立法院的学生，嘛互号做是重组的。迄当阵，伊负责医市机场内底的特殊。我们就赶快把事情做好，赶快在议场里面建立就是物资管道啊，或者是就是安全总管。后来到后面的时候，比较多的是人力的调度，就是议场院的 HR，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比较清楚。这群人迄当阵拢是大学生，10年过去啊，讲到318学运的情形，因有缘重返理想，不过热情消退了后，即卖生活是啥款的？那这边是我们就是协会最特别的一个部门，就是死亡现场清洁业，对，然后我们也会教导街友是如何清理，就是比如说孤独死啊。2014年退场完之后，那其实每个人去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去改变台湾的现在这个社会，然后也是每个人想做的，有人去参政，有人去当幕僚，然后我就回到民生相关。如果回到10年前，我会想对那个时候的我自己说，就是再多坚强一点。你要坚强起来，你才会有能量去承担更多别人的状态。为社运到社工，为抗争到服务。黄燕如讲，坚持理念做正确的代志，都是社会正向的力量。10年前的学运撼动世界。10年后，伊转化热情，要互日头花开伫每一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10天前继强24天的日头花学运结束了后，中研院研究员甲一寡教授学生发起收藏的计划哦，因继强保留7000多件文物，甲800点钟的所有影音。这些资料怎么透过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网站就会当看到。
自2014年3月1日头会运动自大镇学生公民团体占领立法院了后，中间3月23，行政院下令镇压占领行政院的民众，造成200多人受伤，甚至带动3月30、50万人上街路游行声援运动。这场运动前后维持24天，为着要表达各种理念，有做真侪标语、布条等等，这些物件也拢正做博物馆的收藏。以这个物件来讲的话，它上面有331张便利贴。它大概有出现了130几个台湾的字样，它大概有50几个民族的字眼在上面，可以有不同的一个世代对国家认同的一个想象。318运动迄当时，立法院四界拢通看到充分创造力的标记。中间院书记所研究员黄明忠伫抗争的现场，就开始收集者的资料，进行数位化典藏。尾手嘛有大学师生参与收集的行动。2014年的时候，中研院史语所黄明崇老师他们那边在现场进行采集及征集之后，然后进行数位化。在2016年的时候，由台史博跟中研院这边谈了一个合作，这些文物全部移转给台史博来进行收藏跟保存。实体文物亲像文宣布条，也是装置艺术等等，计共7000多件。另外，更有收集800点钟长的影音档案，伫2016年的时拢交予台湾历史博物馆保存。这也是国内头一届有博物馆大量收藏当代社会运动的资料。这些所谓的文物或是物件，其实是最好去讲述历史的存在的那个意义跟价值的证据嘛。318运动到达10年过去啊，这些资料伫台史博的网页也看得到。嘛，因为有保留这些历史文物，大众才会当讲家己的故事，强化对公民运动的记忆，嘛通正做研究、教育和展览的基础。记者综合报道。欢到台湾传统的车鼓戏说唱艺术的社团，歌手陈明忠甲民间的基金会发起台湾民谣整治传习的计划，要收23个艺生来学习传承这传统的民谣。旭阳民俗车鼓剧团的3位艺术同齐演出书滚探。车鼓阵创作的内容时常以描写生活、农村和文史为主，今麦已经真罕地看到。创立50档的旭阳民俗车鼓剧团嘛，拄到传承的问题，为了不爱互珍贵的台湾民谣社团，安建全基金会和台湾乐器民谣协会推动台湾民谣整治传习计划，第19公布艺生的定选结果。23位的艺生。然后背景事实上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从就本身在从事音乐到室内设计到不同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有新的火花、新的创意。你能做多少就算多少，我们一代也是这样一代传下来的嘛。因为我们上个月的努力，让我们今天台湾可以这么丰富嘛。那我们也希望下一代会比我们更丰富。这个传习计划总共2年，自今年3月底开始。这23位艺生要和旭阳民俗车鼓剧团3位国宝级的艺术，学车鼓南管的演唱和三弦乐器大贡献。团长高宪山表示，因会甲一生所有的功夫，拢好好教予这艺生。我是希望讲咱的艺生的时阵，大家拢会当为头学尾中途奋战到底。奋战到底，拢莫休困安尼，莫阁退出这个主线安尼就对。为着要展现成果，主办方嘛打算要安排艺生和艺术，伫台湾乐器民谣节的车鼓南管节也做回定台演出。主办单位和旭阳剧团拢期待这个民谣整治未来会当为台湾的艺术文化加添新的活力。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中华县专门咧为庙边的老师傅陈英派，这个月12过身，食到92岁。陈英派10月份就出师哦，世界帮庙师来画图，以保留背部拍土地传统的工法，佮培养真侪弟子，和这个功夫会当世代相传。一盆一盆的花篮，拢是咧少年这个月12过往的传统建筑彩绘艺术陈英派。陈英派细汉跟爸爸陈万福学功夫，10月岁就出师，坚持用古早的桐油加色粉来彩绘，保留传统的皮麻补涂，拢是即阵愈来愈罕咧看的传统工法。皮麻补涂啦，即款的就是拢大部分拢用伫木材较济啦，木结构，因为较早的庙拢都是一些木结构比较多，木头有时候也会损坏啊。损坏你若讲像破坑啦，壁开啦，
你就是用这来做补涂，甲补皮。电影派技术有派西的称呼，后生孙仔拢是传统彩绘师，是中部地区规模上大的彩绘家族。电影派70多年的彩绘人生，替台湾的庙宇建筑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过去嘛，捌互人邀请去大学教课，互传统彩绘会当代代传。这个是台湾一直所保存下来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就请他来教。那慢慢老师因为年纪也大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传承的部分就给了敦仁老师跟文俊老师一直进来。目前大概台湾家族企业还在做的只有这一个派别了。正式甲阮老爸学是我高中毕业，第一个工案场啊，就是咱鹿港天后宫、南投咱连书院啊，我们和美道东书院啊，彰化园景馆啊。陈敦林表示，伊前后后带爸爸陈英派完成100多件的庙宇彩绘，尤其岛头甲岛林的设计是英派的招牌特色。伊表示，爸爸常常讲，工课若要好，爱用心落去做。伊嘛一直甲这句话放伫心肝内，会延续英派的精神，继续画落去，互传统建筑彩绘这门功夫世代相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5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总统未来要施政的时阵，到底是国防较重要，还是讲内政这施政较重要？这就是有排序的这个问题。韩国院长加油，江启臣副院长加油。未来的新国会三党无过半，民众党的影响力真大。拜登的压力齐大无，第一时间就讲我不支持他，这是什么意思？拜一到拜四。